为了水平公园边的客家文化会馆装潢改造，迎接新的展览，就是克星人的多重宇宙台南400客家大展，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客语新秋春、一人故事、产业纯洁等等，对语言、人文故事、产业发展等无共方向，呈现客家文化在台南的多元风貌。我们在这边展出的部分有包括我们40位职人在台南客家这边打拼的一个过程跟成就，还有我们在台南的各个职人的发展状况之下的各种特产。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藉由这个部分来让大家试探自己是不是也是赢者的客家人。这场展览在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客家委员会主委顾秀飞以及这位贵宾参与主持开幕仪式。台南400年来发展到现在，有一寡所在也保留着客家文化印记。透过这摆展览，希望深入了解台南客家历史甲现代生活。虽然我们不是说所谓的花布。所谓的蓝山或是油伞，但是我们希望透过在台南衍生出来的新的台南的所谓的客家文化的特色，然后也可以看到传统所谓的客家文化的这些内涵。这摆展览对6月29开展到11月30号，另外规划台南客家深度旅游甲手工 DIY 的体验，让民众多方面认识台南客家。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